在林德区农会舞蹈班学员热情舞蹈下，为风土大展在地小农设计加开序幕。林德区农会为了扭近生产者甲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透过办理设计，互双方会当更直接面对面交流，建立一个互相信任平台，嘛会当减少碳足迹的排放，同时嘛帮助小农免受到中间商人的控制。林德在地小农设计特别邀请地瓜妈妈、泰康有机农场、新世纪有机农场、如意无毒小菜园、曙光香草园、阿红农场。以及多肉植物业者做伙来设打展售。这个红土大展吼，咱在地小农市集安尼吼，咱大家知影，咱这迄个青龙做这有机的蔬果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伫这我也希望大家平常一定爱来烹调因这里卖菜拢非常的健康拢无农药，这有机蔬菜尤其食这对咱人的身体会非常的健康佮安心安尼。所以伫这今仔日咱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咱若消费500块咱就当大家送一克仔卵，因为大家知影即摆卵非常的贵，超到要死安尼对啦。你看北部啦、高雄啦，这农这卵非常的欠，所以今仔日希望大家会当尽量烹调，买500以上农会有送一克仔卵安尼设计伫上午9点一开卖，现场马上就来了大批民众，前来抢新鲜、抢健康、抢便宜。为满满的零雕，就让看出活动举办成功。那你觉得他们这边青菜的品质还有价格，你觉得怎么样？应该不错，因为是在地种的。我觉得不错。赞诶！安怎讲？因伫农会的名牌遮好，当然也品质一定好的嘛。错过这次小农设计也免烦恼。林德区农会伫4月27以及10月26分别各会办理2场在地小农设计，市民朋友就要好好把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